昔日知名演员林瑞阳多年前赴大陆发展转型经商，与老婆张婷共同在上海创办达威尔贸易公司，名列2018年青浦区100强优秀企业第1名。光是税金就缴超过96亿元。26日晚间的尾牙，最高发出10个月的年终奖金，羡煞不少人。2013年，林瑞阳与张婷合开公司。根据网易报道，该公司共有1900个集团，林瑞阳自己是其中一个集团负责人，旗下不只有300多个代理，还有兼职销售人员，体系达5000人，团队业绩约60万人民币，平均每个代理每月贡献2000元，而公司共有766万名代理。照此推算，每月营业额高达153.2亿元。该报道中提到，最底层员工的佣金是15%，负责人可到18%，团体业绩达到2500元还能提升到24%。而该公司每月13日准时发放工资，多年来从未延后，比大姨妈还准，显示林瑞阳公司现金流量非常高。文中还提到，达威尔贸易公司入选上海青浦区100强优秀企业，光是2018年缴税就高达21亿元人民币，超过台币96亿元。而根据苹果报道，26日晚间该公司举办尾牙，最高发出10个月的年终奖金，豪气惊人。晚间微博上也出现影片，张婷一身黑高领黑衣，旁人喊口号，她右手高举握拳呼应，接着拿出红包发放，旁人不停喊着谢谢婷姐。